94平方，咁啊係望翻花園同埋整個西江景嘅。雖然北向嚇，東北向，咁啊一個望花園就好靚嘅。咁同埋你右手邊咧，亦都可以望到江喎嚇。江景都好闊啊嚇，望出去。其實10棟現在咧，基本上都冇乜毛坯嘅單位放出嚟賣啦嚇。咁啊已經係該有嘅單位都該賣嘅都七七八八啦。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 Harry， 歡迎收睇卓成頻道。嗱，今日咧同大家又嚟睇套西港名郡呢邊咧嚇。揾套大家覺得如果係毛坯嘅一啲筍嘅單位容易上車嘅單位啦。嗱，咁啊同樣都係嗱，大家知道毛坯咧都係10棟嘅一啲單位嚟嘅。咁現在毛坯呢邊咧呢兩座單位咧，其實而家係冇乜房放出嚟賣。依家賣剩嘅，據我所知嘅嗱，除咗我哋今日新收嘅呢一套之外咧，嗱一套南向嘅，2套北向嘅。係啦，2套北向嘅。咁啊，現在咧嗱，我哋今日睇呢套咧就新收嘅一套北向嘅單位啦，94平方，咁啊係望翻花園同埋整個西江景嘅。咁啊有景觀嚟講嘅話咧，相對嚟講係比北向嘅景觀咧係有啲優越嘅嚇，但係咧個朝向咧就係東北向啊。南向嘅景觀咧係冇東北向咁好睇，但係咧南向咧佢係2個衞生間嘅。咁啊呢邊咧係1個衞生間啊。咁啊價錢咧嗱28萬啊，94平方。大家覺得 O 唔 OK？ 如果覺得值嘅，咁我哋而家上去上邊同大家睇套單位嘅情況先。嗱，咁啊上到嚟實地啦。嗱，咁啊呢套單位嗱28萬一口價。咁其實咧毛坯嚟講嘅話咧，望花園咧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朝向嚟嘅。雖然北向嚇，東北向，咁啊一個望花園就好靚嘅。咁同埋你右手邊咧，亦都可以望到江喎嚇。江景都好闊啊嚇，望出去。好舒服，燕洲島咧係望到晒嘅。咁你如果係中意飲茶或者係 hea 嘅話咧，喺度擺下凳，封個窗，咁樣望翻出去有呢個景觀咧，個江景咧就真係好舒服。嗱，呢個中層單位嚟嘅嚇，中層單位望景內園景同埋望翻西江景唔錯嚇。咁大家睇翻啦，嗱佢係中層，嗱毛坯睇落去咧，講實啦，咁就光線就差啲㗎，因為咧今日啱啱落完雨嚇。落完雨，咁呢個戶型咧，之前都同大家去分享過㗎啦。咁而家冇晒啦，該賣都賣晒嚇。咁現在大家睇翻啦，佢呢個餐客廳係一體嘅，同埋咧入嚟呢度咧都係一樣啦，係會有個入戶櫃入戶個鞋櫃。咁就過嚟呢邊咧就係廚房嘅位置，L 型廚房。咁帶翻收入陽台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剛需嘅一個格局啦，3房嘅一個格局咁廁所咧就少一個啦，咁佢係一個衞生間嘅。咁過嚟睇翻嗱，佢呢個係一個客房，客房咧係可以擺到張1.3米同埋1.5米床嘅，同樣咧都係一樣係望翻花園嘅，望翻花園景觀。咁呢邊咧就係一個公衞啦，公衞。咁光線咧上下嚟差咗少少，大家可以睇翻下，因為第一佢係毛坯，第二咧就事實係啱落完雨咁呢邊咧係多功能房。多功能房咧，其實可以買張1.2米床嘅，1.2米床係冇問題嘅。咁亦都係你自己一個自己後期嘅一個選擇，睇下攞嚟需唔需要打通佢做翻衣帽間，改成一間2房或者係點樣嘅情況，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一個居住嘅條件嚟去進行改動，因為係毛坯交付交俾大家嘅。咁呢邊咧係主人房啦，主人房咧擺翻張1.8米床擺翻張1.8米床預留衣櫃、床頭櫃嘅位置都係仲係有嘅。咁主人房呢邊咧就係南向，係靠近翻九龍灣嗰邊嘅九龍灣望翻九龍灣嗰邊嘅。咁大家睇翻啦，喺西港名郡呢啲毛坯嘅，其實10棟現在咧基本上都冇乜毛坯嘅單位放出嚟賣啦咁已經係該有嘅單位都該賣嘅都七七八八啦咁好似現在呢度有套中層嘅價錢咧就28萬。咁雖然為一口價啦，咁其實你睇啱咧，依然係有價可以講嘅業主呢邊都話咁大家可以睇翻啦，睇你中唔中意呢個景觀咯，同埋呢個朝向咁望翻就比較感覺咧，就望落完咧就會比較舒服啦、安靜同埋咧都有景觀睇嘅。咁大家睇下有冇即係話對於佢呢個唯一嘅缺點咧，亦都同大家講翻啦咁佢係1個衞生間嘅1個衞生間，睇下大家對於夠唔夠用啦。如果你話平時2個人住嘅情況下，間唔中翻嚟住下嘅情況下咧，我覺得係夠用嘅。如果你話長期喺度住，咁你如果係多朋友嚟咧，咁可能就會唔係好方便啦。咁你如果係正常嚟講嘅話，正常2個人住嘅話，1個衞生間係夠用嘅剛需嚟講係夠用嘅。咁所以話大家睇下呢套單位28萬一套94平方嘅一個3房1衛嘅一個戶型，你啱唔啱？如果 OK 嘅，覺得感興趣嘅情況下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攞資料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同樣係喺西港名郡有新嘅單位出。
咁啊都會同大家第一時間嚟分享嘅嚇。咁你如果係感興趣咧，就聯繫我哋啦。我哋呢集就到呢度，下集見，拜拜。